岁末送暖，感恩香港。台南市地财宫委员会伫第三任主委的带领之下，和议员郑子杰共同举办岁末送暖活动，关进予东区自强里、东门里、仁和里、中近里、中西里以及后甲里的绿色族群，每一户礼捐500块，现钱礼盒、白米等民生物资，希望会当陪伴因过好年。那自己很荣幸。今年第2次跟德才宫来做这个社区的这个我们里民的这个寒冬送暖，志姐也希望在明年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德才宫还有各界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继续的集结这个善的力量。不管是公部门也好，我们私部门也好，大家都公私协力希望能够让一些我们弱势的，包括低收中低，还有一些特进比较边缘的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有一些物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红包能够让他们过个好年。寒冬送暖的活动，让我们各里的里民或者说弱势或者边缘户能够得到这些温暖的感受。那很感谢德才宫主委。地财宫是一间专门求财的庙宇，平常时受各界捐款，伫岁末年终的时阵，帮助弱势族群，使人感动。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生也颁证感谢状来表达肯定，希望会当继续公私协力，让社会弱势会当感受到陪伴甲关怀。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